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11月20日，主必亲自做我的牧人。以西结书34章1到31节。今天的经文我们看15到16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裹缠，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今天的经文来到了昨天持续说到犹大国已经灭亡，而犹大的人民呢，有两类的人。第一类就是还留在耶路撒冷，已经沦陷的耶路撒冷。那么这一类的人民呢，其实应该算是犹大人民里面最底层的。我们从昨天的经文看到那个所谓的君王精英，在第一批第二批以西结就是第二批被掳走的人，他们一一都被掳走，那么剩下来的其实应该是最底层的人。我们看到昨天的经文耶和华主就来发预言，对这些人民来说什么？说你们这些幸存者真的是要悔改哦，因为本来你们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成为那个地区人民的带领人，而你们现在有了机会，因为精英都被掳走了，你们却是怎样成为有势力的流氓你们这个在城毁灭之后，竟然都出来集结，而这个强迫别人，迫害别人，甚至于你们还说怎样要起来得地为业，认为现今是你们的大好机会，还说了什么亚伯拉罕一个人就可以得地为业，我们人数这么多呢，这地更是为我们留的哇，神是讨厌流人血的哦。所以神其实在昨天就有来这样子的宣告，说必要怎样，必要审判这些人你们纠党集众，让自己在危难中有生存的力量，但却是骄傲起来欺压别人就像今天经文讲的，别人苦哈哈，你却是成为肥羊，你没有起来牧养人，因为本来是不配，没有资格，但是神给机会的时候，反而拿来欺压别的羊，只管自己所以神就责备。我们来看到不只是这些人民，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位者犹大我们看到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也是，原来他是没有机会的，但是他却是这样不来牧养神所托付，不好好做君王，带领人悔改归向神反而欺压这些人民，所以神允许巴比伦这个把它毁灭。而约雅敬也是一样最后也是被掳走。而在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哎呀，真的是很可惜，本来都是不配的，有机会应该要在那位置上做神要我们做的，而不是趁机而自肥接下来的基大利神跟以实玛利也一样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在提醒我们，也提醒英燕牧师，其实我是没有资格，但是神却看我们为宝贝，原来我们不配的，但是神爱我。今天在迦南教会已经进入到第10年，我回想过去，真的有很多没有做好的，神也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是由我来带领。我首先要跟迦南教会神所托付给我的羊
我要跟大家道歉。如果我过去没有牧养大家做得不好的，求主怜悯，也请你们原谅。如果你们觉得也有得罪音乐牧师的，音乐牧师要说，我早就原谅你们了，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10年是一个重新调整脚步，重新整顿，因为主是我们的牧羊人，主牧养我，我被托付，我就是要有责任，我就是要起来，要带领众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单顾我们自己的事，尤其迦南教会是小组的教会，因为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只有3位牧者，真的是没有办法。但神兴起各世代，在迦南教会有小组长，有区长，有长职，各部会核心同工，我们就各尽神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就起来使神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让人看到盼望，特别是福音的盼望。求神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知道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带领那迷失的，那失丧的，那受伤的。主耶稣他自己也来找寻我们，他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主动寻找我们，他才派许多有爱心耐心的人来引导我们归向他，他创造许多的机会让我们认识他。不但如此，他也缠裹我们的伤处，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伤，如今他成为那负伤的治疗者，他借着真理圣灵，使我们重新跟他恢复关系，身心灵得着医治。我们被支持，他也来引导我们，好不好？我们天天透过神的话祷告，我们彼此扶持，来听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牧者，他对我们说的话，他的声音，让我们仰望他的带领，同时我们也起来牧养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耶稣来成为我们的大牧者，求圣灵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也来效法主，牧养主的羊，叫羊肥壮又美好的生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活出主羊的满足丰盛的生命，也引领人来成为主的羊，同享主恩的滋味。我们下次见。